装阿伯啊，人家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依偎，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。想要来去倒市，做着愈工多日子，也通来安慰自己心内的稀微。请借问路边的卖粉阿姊啊，人家讲。是毋是？大故事要引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又我毋是幸福的女儿，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，在世间总是着爱。打算较合理，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义。请借问问头的。讲阿伯啊，人家讲一间工厂有要采用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拢知半项。当今我低头思索，伊我无希望。虽然借钱。为将来，为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活梦。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轻松。